屏东的恒春今仔有13间学校停课，其中恒春的太平国小棒球场的设备规个拢互风吹倒，满洲国小的体育馆窗仔嘛拢破去，所以体育馆是淡落落。校园内底原本会当互学生拍棒球的球场，即马全部拢互风雨吹倒去。小客宏泰强风强雨来造成屏东恒春镇即个大屏国小，毋但棒球场设备损害，连厝顶拢互风吹甲掀起来，树仔嘛拢倒去。校方表示，已经真久无拄到遮尔强的风台。我来这边没有一次台风是会把这个吹翻的啦。我们就想说，当然其他的比较轻的有可能，但是这个以这么重的货柜屋都可以这样。等于是连根拔起。来看满洲国中，遮的体育馆楼梯亲像水冲共款，水直流，窗仔玻璃嘛拢破去，连厝顶嘛有水灌入来。满洲国中嘛是即摆风台受害者之一。目前学校暗算伫双十连假就物件修理好，望后礼拜会当顺利上课。窗户玻璃，然后整个铝门窗被打飞掉，然后顶楼就是那个泄水不及，整个灌进来。像这个应该也是泄水不及的，整个灌进来。那边已经整片都已经被飞走了，所以水一直进来就没办法处理它。受到风台影响，恒春半岛切了13间学校是停课。即摆毋但校园有灾损，伫垦丁的基地台嘛挡袂牢小客风台风雨，规个拢吹倒，受损严重。所以即摆垦丁地区的信号拢会无好，当咧等待电信业者赶起来修复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，屏东报道。